中東局勢持續緊張，業界話引發當地資金外逃。有證券業人士透露，當中更加包括中東主權基金。香港點樣受惠呢？政府又要點樣把握商機，協助業界吸納中東資金，帶動本港經濟發展呢？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香港近年超越新加坡，成為全球第2大財富管理中心，排名僅次於瑞士。特區政府近日更加表明，目標要將香港排名推高到全球第1。近期部分中東資金外流，能唔能夠協助香港加快達標呢？年約80歲嘅林太10幾年前退休，不過要賺錢，佢一樣有辦法。我日嚟呢度做運動啊，跳大媽舞啊，咁啊得閒咧就去飲茶，咁啊飲完茶咧就睇股市，長揸周年係收利息，有陣時係買波動嗰啲咧，咁啊有見到賺啲咧我就放咯，放喺身邊度啊，中意買乜嘢啊買咯，中意去玩咪去玩咯，唔使成日幫嗰啲仔攞錢咯。上個月28號，美國同以色列空襲伊朗，本港股市亦都受到影響。恒指喺緊接嘅3個交易日累計下跌近1400點，之後持續窄幅上落。林太持有嘅股票亦都受到拖累。少少啊，跌咗又冇唔夠錢咯，跟住戶口咪冇錢咯，影響係心情咯，冇啊唔買咯，唔玩咯，停住啊，好似呢2個禮拜都冇玩到啊！唉，戰爭啊嘛，我咪懶你去咯，咁咪好咗啦。冇戰爭啊，先至嚟玩咯。遲啲佢有升咪買翻咯，買啊幾隻嚟收息咯。本港股市成交量，美以伊衝突爆發前1個星期，平均每日有大約2400億嘅成交。衝突發生之後嘅1個星期，成交量反而增加4成，去到平均每日3400幾億。其實我哋都可以睇到係好明顯嘅一個趨勢，就係喺中東嘅局勢比較不穩定之後咧，我哋見到香港嘅股票市場咧喺之後個禮拜咧，其實明顯地嗰個成交量係高咗嘅。咁同埋對於某一啲股份咧，我哋都見到佢哋嗰個投資咧係會多啲嘅，例如話涉及到一啲可能原油啊或者其他資源方面嘅一啲股票啦。佢解釋股市成交量急升，部分嚟自中東市場嘅資金外逃。其中佢哋過去2個星期就收到有中東客戶查詢，話希望沽出當地嘅投資項目，將資金轉投香港。我哋呢一輪見到咧，係更加有趣嘅一件事，就係話好多一啲本土嘅一啲中東嘅基金啦，例如甚至乎一啲主權基金咧，佢哋都會開始去了解，就係香港呢邊到底會有啲乜嘢投資機會俾佢哋。對於香港嚟講，意義更加大嘅就係話就到底會唔會因為今次嘅一個局勢不穩定性，而令到龐大嘅中東資金咧，佢哋係嚟到香港去進行投資。今次資金大轉移，業界話係源於美以伊爆發軍事衝突，波及中東多個國家，包括區內金融中心迪拜等等。有本港家族辦公室負責人指出，衝突令到唔少本港同內地投資者對當地嘅投資環境改觀。Covid 時候咧，其實就大家都開始跨越咗地域性，去咗唔同嘅金融市場度發展。咁所以香港有好多資金，或者國內有好多資金係去咗杜拜。So call 嗰陣時，佢哋會標榜自己係一個好安全嘅地方啦，同埋係好和平嘅。而家打咗2個星期，同埋而家我哋正式踏入咗就係無止境，唔知幾時會完結嘅一場戰爭。為咗應對中東局勢不穩，黃傲山話唔少客戶即時採取應對方案。咁佢哋都想將個總部同埋嗰班即係派咗過去嘅員工翻嚟香港啦。單琴日一日，我哋都有好多客係介紹咗有超過10個客，琴日係輪住上嚟開會，所以突然間即係忙咗好多咯。咁我哋預計呢一個情景，因為一傳十，十傳百㗎，要翻嚟要揾一啲可靠嘅家辦去處理呢啲事情。除咗喺香港提供家族辦公室業務，佢哋原本打算今年喺新加坡同迪拜開辦分公司。不過而家計劃改變策略，加快本港總部嘅擴展步伐，包括請多100個客戶經理，集中協助客戶處理香港業務。以前如果我哋遇到一個富豪客，佢想開唔同嘅公司或者賬戶，
咁我哋談嗰個流程會比較詳盡啲啦。咁同埋我哋要同佢去當地考察啦。即係通常佢一開咧，佢哋唔會淨係香港嘅，開埋另外一啲地方。但我哋發覺而家嗰個政治環境同埋世界局勢咧，其實嚟香港嗰啲可能係好多係已經開咗新加坡或者係杜拜，反而而家係需要搬翻嚟香港。截至舊年年底，香港嘅單一家族辦公室數目已經超過3380間。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上星期日指出，去到2028年底，會再協助220幾間家族辦公室嚟香港落戶或者擴展業務，目標係令本港成為全球財富管理中心第一位。有業界認為，環球局勢波動，香港嘅優勢會更加明顯。呢家啲資金甚至投資者咧，就好想分散化成個投資或者資產，尋求緊一個真係好安全嘅我哋所謂嘅安全港咯。好似香港，你有比較穩定嘅發債啦，比較多專業嘅公司能夠服務翻佢哋。咁當然稅收優化都係一個好重要，對於佢哋嚟講都係好重要長遠嘅投資。除咗內地或者本港資金回流之外，陳炳明建議港府食住個勢，推出更多針對中東客戶嘅金融產品，推動當地富豪嚟香港投資。因為依家呢一刻，中東啲投資者甚至資金都恐慌㗎嘛，咁要佢哋過嚟，其實就真係需要啲比較專業、受過訓練，甚至去到產品咧，都係要喺呢個伊斯蘭金融嘅體系底下。第一就係伊斯蘭債券啦，第二就係無息銀行業務，第三就係啲伊斯蘭基金。咁呢啲先能夠吸引啲中東比較富有嘅資金嚟到去作為投資嘅方向或者渠道。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月初指出，地緣局勢不穩之下，全球資金都要避險。近日亦都見到有美國資金流入香港。有業界認為呢啲投資者有機會將香港視為長遠基地，等日後局勢穩定，先再撥出部分資金翻中東作多元化投資。中東將來個環境好啲啊！中東嗰邊好多啲原油開採啊，甚至去化煉提煉呢啲嘢，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商業機會，同埋佢哋嘅交通嘅係其中一個樞紐嚟噶嘛，飛去歐洲啊、非洲嘅一個中轉站嚟噶嘛，各方面都係一個投資機會嚟嘅，唔一定啲錢一定嚟香港，甚至佢哋有機會嘅，我哋都可以出海去做呢啲發展噶嘛。近年不時有初創公司話集資困難，陳志華認為港府可以舉辦更多商務活動，將有潛質嘅本地初創公司同大型海外投資基金配對，推動本港唔同行業嘅發展。我哋要做多啲展覽啊，同埋向香港本地、內地同埋外地啲投資單位或者工商業單位去做多啲宣傳。招商引資，帶多啲不同層級大中小企業一齊出去，或者引外國嗰啲大中小企業入嚟香港，大家喺度做溝通啊、認識啊，跟住大家去傾下生意啊，講解下你哋有啲咩投資嘅機會等等。徐志權亦都認為，今次中東衝突可能有利本地產業發展，成為香港發展新機遇。我哋近期見到個產業嘅發展咧，咁譬如我哋講緊好多嘅一啲譬如高科技企業啊，咁呢一個亦都係我哋香港發展嘅強項啦。咁會唔會喺呢啲嘅企業係容易啲去吸引到一個即係中東嘅投資者，令到佢哋嗰個業務發展咧可以更加迅速、更加成功咧？咁呢一個其實對於我哋成個經濟嚟講咧，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幫助嘅。時事多面睇，今集時間夠啦，拜拜。